好多人都以為高我係全知全能嘅，但其實不然。我哋嘅高我雖然牽涉嘅層面係非常之龐大嘅，亦都有好多嘅能力，但係佢係冇辦法幫助小我去清理人生中累積嘅錯誤嘅觀念啦、信念啦同埋情緒嘅。所以當我幫人做療癒服務嘅時候呢，最需要被理解嗰位呢，其實就係小我啦。舉個例子啦，假設你其中有一世係一位好努力但係不被肯定嘅人，因此內在就會形成一種信念啦。我點樣做都唔夠好噶啦，我點樣做都唔夠好噶啦，係一種深層嘅情緒印記啦，同埋信念嘅框架嚟嘅。你嘅高我雖然睇得好清楚呢個問題所在，但係佢並唔能夠透過觀察啦或者理解啦去清理呢啲咁嘅印記嘅。而我不夠好呢個信念能量就會卡住咗喺你個靈魂印記嗰度嘅咯。既然冇辦法，所以高我就會設計出另一個類似嘅場景，創造另一段人生去經驗翻同樣嘅課題啦。而另一段人生可能就會經歷，比如成日去工作啦，都好似被忽略咁樣啦。即使係好努力咁付出啦，但係都不被珍惜啦。呢啲都係為咗去轉化或者係放下我不夠好呢一種能量啦。所以當你看到一啲轉世嘅畫面嘅時候其實就係你高我喺其他時間點所創造出嚟嘅小我。而嗰一段人生可能並非屬於你嘅，但你哋都係擁有同一個高我。由於大家都擁有同一位高我啦，所以小我同埋小我之間當然就會有一定嘅影響啦，係整體性嘅影響嚟嘅。當高我將呢啲業力能量清理啦或者平衡完畢之後高我嘅能量就會更加純正，才能夠離開一啲沉重嘅輪迴嘅系統，甚至離開宇宙，返去合一整體嘅狀態。